尋日去咗睇我朋友玩健美比賽，咁就勾起咗之前玩健美比賽嘅一啲回憶。咁又有好開心嘅時候，都有好唔開心嘅時候。咁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嘅經歷。咁喺21年第一次參加，咁我好記得嗰陣時咧係真係膽粗粗，冇諗過攞咩成績，冇諗過個結果會點，淨係想試下，因為自己都做咗5、6年 gym，想睇下自己可以去到乜嘢嘅水平。我記得當年我係揾一個台灣嘅教練叫阿 Zack，佢超好人，勁 nice。咁佢俾好多鼓勵我啊，跟住都令到我對於成個比賽好有信心。即係我唔係有信心去贏，而係我有信心我可以做好呢件事。咁所以當年第一年嘅比賽個回憶係好好嘅。我記得係個 plan 係即係跟得好足啦，飲食我冇去亂食嘢，我踩機跟得足，操嘢都好有心，咁又好有火。因為我當時唔係諗住同人鬥啊，即係唔係諗住去贏人，唔係諗住去要攞冠軍。咁但係我心底都會想贏嘅，但係我唔知道自己同啲人有幾近，唔知自己咩能耐，我淨係想做好呢件事。咁所以第一年係好純粹嘅，成件事係好好玩嘅。第一年咧個成績係比我想象中好好多嘅。咁當年我玩健體啦，即係 physique 同埋古典健美 classic physique。咁當時係即係有獎拎喎，我真係冇諗過。咁當時係青年啊、新手組都有獎，即係第2、第3，即係呢一類，唔係好記得 exactly 幾多個獎啦。咁又好似有攞咗2、3個獎，咁比我想象中係好超多，因為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好大隻。咁但係可能當年第一年比賽咧，個教練幫我整個狀態好好，即係令到我喺台上都夠幹，因為我當時都幾用心去準備。咁所以第一年咧有成績之後，第2年咧我想再玩多年，因為我覺得有希望可以贏，咁就會好想去再玩多年，希望可以再贏多一次。咁但係成件事就變咗啦，即係我唔係再去諗我點樣可以進步，而係我去諗點樣可以贏隔離嗰個，點樣可以上次第2、第3，今次我要拎第1、第2，我一定要喺名次上好過上一次嘅自己，我一定要拎多啲獎。咁成件事就開始由熱愛咧，就變成一個壓力，係極大壓力。再者就係通常人比完賽咧係會好肚餓㗎嘛。咁你就會去放鬆亂食嘢。咁我好記得我當年2021年比完賽，可能係6月左右，我基本上1個月已經重咗10幾20公斤。咁咪個人勁腫勁肥，個肚每日勁唔舒服，係咁亂食嘢，不停食嘢，食到自己停唔到，食到肚痛都繼續食落去。咁當時已經有病態式嘅飲食。咁所以嗰一年我係冇點休息，即係21年比完賽之後冇點休息，就開始準備下一年嘅比賽。咁依家睇返其實係唔理想嘅。即係我知道好多人會咁樣去比賽，連續係咁比，但係當時其實我根本肌肉量又未夠，跟住心情即係心態上都未準備好，跟住為咗要去贏而去再參加，再加埋當時我係分咗手，即係當時同個女朋友分手，基本上個情緒都好差，我就會開始極大壓力。第一就係因為你贏過，你好驚輸，你好驚輸，你極大壓力。第二就係我身體其實未 ready， 已經係極攰極疲累，但我繼續去操嘢。咁我當時整親咗膊頭，12月開始整親啦。咁我去到4、5月就比賽，咁我係整親咗半年。咁我膊頭係基本上左邊咧，我本身可能推假設25 kg，我係推到5 kg 已經痛，即係拉傷咗成個膊頭。但我選擇繼續去比賽，因為我唔想輸，我唔想認輸。咁但係你諗翻都搞笑，即係你5 kg 推膊，你點樣可以練到肌肉啊？但係我當時我唔知點解繼續堅持落去。喺咁大壓力嘅情況下，就出現個問題啦。我就開始亂食嘢，真係亂食嘢。我係開始，就算每日有個 diet 去跟都好啦，我係跟唔足嘅。即係我食晒教練俾我食嘅嘢之後，我會自己偷偷地食一啖零食，食一啖我阿哥買翻嚟嘅外賣，就每一日都食一兩啖，食一兩啖。咁其實你每一日再多少少熱量，其實已經爭好遠。對於比賽就係要追求極細緻嘅時候，你去偷食嘅時候係一個對比賽狀態極唔理想嘅行為嘅。咁所以去到第2年比賽，去到比賽場地嗰一刻咧，我已經知道自己已經玩完。點解咧？體脂唔夠低，即係唔夠乾，係好唔開心。因為我覺得用咗1年時間換嚟嘅係一個狀態更加差，咁自然個名次都比較低啦，因為好簡單唔夠乾，咁人比賽啫。我當時咁，所以當時嘅我極失落，超唔開心，
因為我覺得嘥咗一年，覺得好懷疑自己點解要做呢個決定咧。當時會諗，然後對於健美有一個好唔開心嘅情感，就覺得要係咁同人鬥好攰，跟住就會係咁怪責自己。咁玩完嗰一年比賽之後，直到而家我都冇再玩比賽，因為我想俾自己唞一唞，而且我依家開始對健美比賽咧有一個特別嘅睇法，就係我想欣賞別人，即係我想去讚歎人哋嘅身體。即係我依家咧見到啲大隻嘅人咧，我會覺得好犀利、好勁，會覺得哇真係超大隻，係覺得發自內心地欣賞。但係以前玩比賽嘅時候咧，因為就算你點同自己鬥都好，你會希望贏啊嘛。咁你要有人贏就一定有人輸，咁就一定係你嘅對手會輸，你希望。咁所以你唔會有一個咁純粹嘅欣賞，一定有少少利己嘅成分嘅。咁但係依家我好享受做 gym，見到啲大隻嘅師兄，我會真係望佢哋，我會真係讚佢哋，我話哇，你哋真係練得好好，我係發自內心地覺得好勁。咁所以我依家做 gym 我都會繼續想練好大隻。咁所以健美比賽暫時我依家都係會去睇嘅，即係我尋日見我朋友玩比賽，都覺得都幾好睇嘅，因為見到佢哋個個人都勁努力，真係喺台上擺 pose 擺到震晒。但係佢哋都唔會放棄，幾攰都堅持住保持住笑容，呢件係一件好值得欣賞嘅事。所以如果你問我有冇後悔第二年繼續比賽，我會話冇啊。即使我個成績唔好，但係我學到嘅嘢就係要學識堅持，但係同時要學識咩時候要停低，要去審視下呢件事值唔值得繼續做，或者係咪真係你冇得放低一陣間再重新出發。而要學識放下呢件事本身都係一件好難嘅事，即係你要學識點樣放棄，而嗰個放棄唔係講緊你以後唔參加，而係一個策略性嘅放低，係為咗未來更加好。呢一件事都令到我有好多體會，即係對於我事業，對於我人生。咁所以健美比賽係一個我以前好享受嘅運動，依家係我享受健美運動而唔係比賽。咁所以唔知未來會唔會有機會再玩比賽？就算有都好，我相信我依家嘅心態會比起以前更加成熟，可以令到我更加健康咁玩比賽，即係心理上健康。咁我都未諗到幾時會比賽，都唔肯定會唔會比賽，所以希望借由我玩健美比賽嘅經驗，可以幫到如果你想玩健美或者你依家玩緊健美比賽嘅一啲睇法，或者可以俾你知道曾經都有個人有呢啲情緒。而依家佢都活得好地地，咁所以唔需要為咗個成績或者一個一時嘅失敗所帶嚟情緒所影響。係啊，咁所以今集就係咁樣啦，希望下集再同大家分享下我嘅睇法。拜拜。